内政部证实，成功有一个替代役男休假后抽验到毒品反应，不过并无将毒品载入去营区，嘛无被降体食毒。有网友伫咧捷运站的贩卖机买鸡卵糕，所发现内底有 Q 毛，另外是有民众叫意大利面的外送，所发现内底有牛仔。美国各地拢总发起超过1500场抗议 Trump 的示威，因为 Trump 是去参加庆祝美国陆军建军250周年举办的阅兵仪式，真请赢。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6月15日公视台语台的暗新闻，我是林雅纯。新闻头先来关心到，有一个伫咧成功领受基础训练的替代役男是逼出又食毒。内政部表示讲，这姓李的替代役男休假时阵去互抽验到有食毒的反应，不过伊并无将这毒品载入去营区，嘛无来逼降体食毒。因为针对着这个替代役男，哪像有将医师开的管制药啊交互降体，这件代志是已经通报给警方侦办。别动！特群警力特色直接攻击制度大不赢，警方打击毒品，准确是指定营区有替代药吸毒，甚至逼出服役期间伫营区内底持有毒品，甚至强迫降体食毒。接获替代役训练中心报案这种替代役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本分局业已调查完毕群众表示食毒的风波，内政部讲，役男每一摆休假回营，拢有对30派人做6个检验，也证实涉案姓李的役男第2摆抽验的名单中，休假回营互验出其他名阳性反应，伊也承认休假伫外口甲朋友食毒，不过营区内底无出现任何役男有持有毒品食毒这情况。在第一次放假回来的时候我们都会再做一次的抽验，当时就验到他是有吸毒的情况。内政部说明，涉案替代役男伫成功岭受基础的训练，5月2日入营安检时无正常，隔天6检验也是阴性，并因为身心的状况转到医疗中队全休甲管制。所以就是6月7日休假经过抽检，发现有食毒，不过专案又表示案外案。转诊那个过程，在路上的过程，他把那个管制药品，不是毒品，给其他的人用，这个波我们都会并案的移送法办。过来毒品的乱象，即阵有研究更加发现，加用新兴毒品的乌素超过所想的真多。我们发现，以新兴毒品来说好了，就是上面的分子是没有被检出来的人，那底下的分母就是有被检出来的人，那所以呢，这个174就是这样子的比例。经过成大研究团队分析，不使用非法药物的死亡个案，发现在死前无互尿检验、头毛采样，也有无刑事记录的人数，是有互掠到记录的174倍。安怎减少这个乌素，提升执法的手段，一定要好好来思考。记者综合报道。这几天落大雨，南环公路就出现灾情。今仔早起伫咧高雄桃园的第20林105线是部分路段有绑起，对梅山口到天池是全部拢禁止通行。对画面当中，咱会当看到这规大片的车路拢绑起，有机具伫遮咧修理，但约是有40公尺这么长的坑，双向拢禁止通行。目前正咧抢修当中，按算17下晡5点就会来抢通。继续来关心到，有网友表示讲，伊伫咧新北某一个捷运站的自动贩卖机买鸡卵糕，开就发现内底有一支 Q 毛，随走去店面退货。另外是有民众讲，伊叫意大利面的外送，食到一半煞看到内底竟然有牛仔，打电话甲店家反映，因的态度是真歹，卫生局强调会派人去稽查。拍开外送餐仔食意大利面，是未到食到一半，竟然发现内底有一只金牛仔。打电话互店头，煞态度无好，互消费者气甲伫社群媒体发文。店头回应表示，假实咧，因为所在分店是半开放式灶卡，有可能是金牛仔无细致买入去，已经赶紧装西房啊，上次进行也搁一摆确认。我点的是奶油口味的意大利面，它加回去下面，然后我就对搅拌的时候，然后发现有一只金龟子，很傻眼，然后就觉得很恶心。安装的 SOP， 所以之后在我们出餐制好之后到盖餐，本来是1个人确认，现在加上第2个人做双检。也有一个网友伫新北市一个捷运站的贩卖机买亚尼克的生年卷，转去拍开看到无亲像头毛感觉物件，因为都是假日客户联络袂到，就将鸡卵糕退互附近门市。它是比较容易会碰撞、会坏掉的，对，所以这种东西我会比较习惯在实体门市，就是看到它现场先包起来。不管大小品牌都有可能会有这个状况。
就是可能他在后续出货可能就要多注意。台北市卫生局将派员前往针对人员卫生、食材处理、包装制成、病媒防治及作业场所卫生等进行稽查。亚尼克公司声明表示，已经主动联络消费者退换货甲补偿处理，也已经全面启动内部调查甲品质客户流程，高强化落实个人防护，包含全打式的帽仔等，加强员工卫生训练，避免同款代志搁发生。台北市卫生局是强调，虽然无接到民众申请，不过依然派人去相关店头来稽查，确保消费者饮食的安全。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消息来关心，印度12日发生邦机摔落来，造成279个人死亡的事故。即马敢若像因为天气无好，有一台直升机摔落来，其中7个人不幸过身。这台直升机是对真出名的印度高圣地起飞，那就是因为天气无好，影响到能见度，直升机就安尼偏离航道摔落去，佮引发火烧山。当地居民发现到，赶紧通报。不过应变部队赶到位的时阵，这机顶包括驾驶，佮有5个大人，一个囡仔是拢已经不幸过身。过来看到美国伫咧明尼苏达州有2个议员甲因的看守互开枪，造成2个人死亡，2个人受伤。警方正咧追查这个嫌犯。为了安全，明尼苏达州所有咧抗议 Trump 的示威行动是拢已经取消。因为伫咧美国各地是拢总有发起超过1500场的示威行动，部分地区也有传出警民的冲突。互抗议的当事人 Trump 当天是走起来庆祝美国陆军建军250周年，举办阅兵仪式，佮办甲真请呀！今日看台，美国总统川普举只手向经过美国陆军电视补给军人致敬。美当时间10时，发布举行阅兵游行，庆祝陆军建军250周年。游行一开始40分钟，阅兵仪式马上展示美国陆军为1775年成立，甲1991年破宣战争时期150台战车甲50架飞行机，包括二战时期的 M4 雪曼战车、越战时期用的 UH-1 Huey 直升机才战机，另外各无人机加起到这款先进装备，拢伫这届游行展示。这嘛是华府为1991年庆祝美国伫破宣战争胜利了后，佮一摆举行阅兵游行。美国总统川普致辞对美国陆军表达感谢，佮替250名新兵主持终身任务的仪式，宣誓对宪法尽忠。The United States Army, thank you very much. Because the Army keeps us free, you make us strong, and tonight you have made all Americans very proud. 川普致辞时阵讲到，美国陆军伫战场展现无人可比的英勇，完成真侪任务。伫全球常常出现冲突的时，美国敌人若是威胁美国人民，就面临失败甲灭亡。因为游行这一天拄好是川普49岁生日，伫美国引起真侪争议。同一天，全美国串联超过1500场保王节的活动伫各地展开，包括洛杉矶、纽约、华盛顿这些所在，让民众举标语画口号。美国好莱坞演员马克·鲁法洛、格雷泽马拢出席纽约的保王节活动。They're trampling on our rights and our laws and our freedoms, making themselves richer with taxpayer dollars and making us less safe with their love of other kings and dictators and the likes of Putin and Netanyahu and Kim Jong-un of the world. 虽然各地都增加警察加强戒备，也毋过部分地区游行活动依然发生冲突，特别是洛杉矶真侪区域拢爆发警民冲突，警方佮动用催泪驾驶驱赶示威的民众，佮拘留暴君的人士。伫犹他州盐湖城，甚至是伫当地暗时8点左右，伫游行内底传出枪声，引起群众的惊吓，场面是真乱。看到的人指出讲，因是看到一名穿黄色甲的查甫人向人群开枪，了后就受到警方逮捕。警方初步判断，这个枪击案甲反对川普的示威游行有关系。公司新闻台宋炳耀。6月16日是国际家事劳动节日，有真侪义工团体去到劳动部来တင်情抗议，强调台湾有超过20万的家事义工是无受到劳保的保障，呼吁政府要加入来做强制保险的对象，而且政府嘛应该爱来倒纳搁较侪保费。因劳动部表示讲，因会搁加强宣导，请雇主爱替义工来买保险。不要！现在就要！
利用拜六真无简单休困的家属义工，伫义工团体陪同下到劳动部外口进行抗议。16是国际家属劳动者日，台湾有超过20万的家属义工，到即阵依然被排除伫劳工的保险以外，真做劳保的孤儿。若面临生育、伤病这重大事件，往往爱承受真大的经济压力。We contribute a lot to Taiwan's care economy, but why we treated less? We are the savior of Taiwanese households so that the family lives better. This is not just unfair. This is inhumane. 如果强制纳入劳工保险的话，那在保险这一块的协助是可以给他很大的保障，同时也是减轻雇主在面临就是说家庭看护工面临医疗需要的时候的一些协助。家属义工强调，家己付出青春照顾台湾请的人，缺少忍受差别的态度，也无领导。甲义工团体斗阵，呼吁政府改纳入劳保、强制纳保的对象，并且提高政府保费分摊的比例。因为他是有一定雇主雇用的劳工，如果他要参加劳保的话，可以劳雇合意之后，由雇主这个自然人为投保单位帮他参加劳工保险。对此，劳动部强调，已经由各种管道向请的人甲义工来宣导，请请的人甲义工合议了后，由请的人自愿加保劳保，保障义工。也强调，像职灾保险已经强制甲家属义工纳保，加强义工的工作保障。记者综合报道。台中西屯有一栋公寓大楼，有住户要将车停入去机械车位，说是熊规个平台拢放落来，好佳在无人受伤。专家表示讲，除了这机械车位爱定定保养，你停车时阵嘛应该对较重的头先撸入去，而且要随时注意，确保安全。车主甲车停伫个机械车位，所来人行出来，正要救到顶层去，无想到停车平台熊起掉咧，了放落来，规台车就安尼摔落来。车主也惊到，赶紧跳闪开。我们这个社区它配的就是一个机械车位，那我们这个社区也老了，所以你也知道机械车位它什么时候故障，我们很难预估嘛。意外发生伫10暗时10点外，台中西屯这个主体大楼的地下停车场发生机械车位落来意外，加在是无造成伤亡。不过车才买无到1年，就摔歹甲真严重，车主是真唔甘。也来社区的主委是讲，机械车位每个月拢有请厂商来保养，事故原因初步判断是未压令古登记。保养部分几乎都是每个月，都是会固定会过来保养这样。那所以说这个部分的话，我们事后我们也会再考虑说是不是要做一个哪个部分要做更换。13时，台中北屯也发生一个大约60岁查甫人对社区的机械车位摔落来，骨头断去。听来跳到机械车位发生意外，专业车评讲，机械车位平常时爱注重这个链啊，也有油压光的保养。停车时也建议对严重的所在先离开停车格。重的要先进去，要靠液压缸、靠链条的部分。通常他们链条跟液压缸是连在一起，是液压缸去推那个链条嘛。车评陈浩宏讲，停车进前要确认这位是毋是健康，也佮有车台是毋是甲路边有切坐。家庭中若是有无正常声音，就要暂停这个操作，才法度确保安全。记者综合报道。网络一段影片是一个高中生下课上公车坐迫爱座，去有一个负责人要求爱让位，结果这负责人伫学生让位了后，佮直直念人教育有问题，连甲这学生目屎拢滇落来。边仔民众看袂落去嘛，批评这个负责人酷念，这个画面伫咧网络嘛引起议论。对，你们下面是面到哪里去？在公车顶悬一直批评，因为这班飞机可能到家人788公车顶悬，一个高中生下课要等家人，原本坐在迫害座，后一个负责人提醒爱让位，互负责人的妈妈。学生让位了，是咪到负责人无细道下，反倒一直碎碎念指责教育问题，互学生当场流目屎，边仔民众看袂落去。这有没有我的事，好不好？什么叫没有我的事？你也太咄咄逼人。公车学生搁出车，唔通向道德逼人，最后负责人的妈妈司机顶人劝解之下，才结束这风波。过程在网络流传，引起讨论。就是有问过他要不要做，如果他说不用的话，那就不会让；如果他说他需要的话，那就让。每天上班这样上课，那我也每天都站着，那我也想坐一下。如果真的没位置的话，我才会坐。咱较会骑吼，学咱家己骑，较老的坐啊，对不？
台湾近日超过人社会大多人在大众运输有这需求，民众是不是去坐破坏做遐些新年会？大部分表示看身体情形来决定，一般别去坐也牛会和需要的人。比较站得不稳的长者，是应该及时让座，也是我们的公民教育，大家能够互相体贴。要不要去做指责？我觉得也不宜，因为其实你真的有时候会不知道到底谁有需要。回来我们也会给他正能量的一个辅导，因为国一的学生他也比较不懂得怎么样去适当的回应啦，要心理要素质要训练要坚强。这纠纷个引起破坏者诉求的证据，学校表示，在这个风波了后，老师先确定学生心理辅导，等10日学生登去学校也会进行辅导。记者综合报道。6月是热烈欢送的毕业季，伫咧台南应用科技大学的毕业典礼，所有家长因为现场的位无够，受气失控，对校方人员戏戏叫。校方表示讲，东港其实有另外安排，会当看直播的会场，卖阁请班级的导师斗联络家长斗沟通。热烈的毕业典礼门口却出现吵闹，一个家长真生气，对学校的人大喊。大学，我的孩子，我们的家都不会再来了。校看到祝福的花口，6月毕业季有未少学校陆续举办毕业典礼。不过，台南应用科技大学10时早起举办毕业典礼时，团出家长甲学校人员发生冲突，家长骂人。他单独在骂他，因为我那个工作人员都没回他，然后他马上走出来，然后他就是说什么这是什么烂学校。我们家长难道不配拥有位置吗？位置那么少，让我们家长会晒太阳。我们缴了4年学费供小孩读书，什么连位置都没有。据了解，学校因为毕业典礼会场空间有限，现场敢提供2楼座位，大约310户家长。看到毕业生讲未少无位的家长，误走去毕业生的楼梯式的座位区去坐，互学校赶，这引发家长的不满。有特别规划另外一个空间，也就是奶健堂，是可以容纳得下家长来，而且里面也有舒适的这些冷气空调，可以透过直播来观赏整个典礼的流程。热烈的毕业典礼因为座位问题引发争议，刚才最后无影响典礼进行。学校讲，迄天有另外安排会使直播管理会场，后续要请导师来联络家长，说明这个误会。记者综合报道。新竹有一个50多岁查甫人运动了后，煞是雄雄昏倒，加在有拄啊好来拍救的医师随家做 CPR， 阁有一个准消防员赶到现场来斗急救，成功救着一命。台湾急诊医学会嘛表示讲，民众若拢学会晓用 AED 做 CPR， 会当增加救人的机会。新竹县新埔镇这50多岁查甫人，13暗时9点外拍乒乓了后，雄雄倒伫涂骹。伫边拍救医师陈义宏，迄时阵就确认患者无生命现象，马上进行CPR急救。后来，有一个姓江的准消防员赶到现场，接手用高级心肺救命术，经过4摆电击，搁紧急送医，才成功将患者位鬼门关头前救回来。现场该名患者心率为可电极心率 VF， 现场电极试试，还有以及使用给药。还有输液等高级救命术。现场该名患者已恢复心跳。医师表示，民众雄雄昏倒失去意识，大部分是因为心脏心律不整，若无马上抢救可能会死亡。现场除了应该进行CPR心肺复苏术，然后 AED 应该降步使用。因为 AED 是一种医疗仪器，用自动侦测患者心跳脉搏，搁伫需要时阵电击，帮助心脏恢复正常运作。因为操作简单，也无因辅助，所以搁被叫做误人电击器。若正确使用 AED， 搁配合 CPR， 用有效提悬心跳停止患者的存活率。心律不整的时候，心脏就没有，就是异常跳动。那 AED 就是一个电击器嘛，能让那个心律不整停止，重新开始跳动。如果从院外就开始执行 CPR， 又用 AED 的话，能够醒着存活的出院的比例就会比较高。面对心脏向停落的患者，医师强调 ，CPR 加 AED 是两种同款重要救命术，尤其是等救护车到现场进前，能把握黄金救援时间，等加做保命关键。根据卫福部统计，目前全台湾总共1.4万多台 AED 分布伫4000多个公共场所，希望能强化公共场所的救护能力。公视新闻台北新竹报道。天气报理在，咱做回来关心各地头的气象。
北部地区27度至35度，中部地区26度至33度，南部地区26度至33度，东部地区26度至35度。一个外岛地区27度至31度。继续来关心未来3天的气象。感谢您收看今仔日公视台记台的暗新闻，我是林雅纯。稍等下，请继续收看台湾技术铺。咱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再会。